不会黏，一点都不黏，是不是不黏？对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宏兴。我是小新。自从当爸爸之后呢，带自己的小宝贝出门都非常注意紫外线，所以在挑选宝贝们的防晒用品可以说是精挑细选。那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子木物理防晒，它拥有温和性配方，还有高系数的防晒力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抹了之后非常的清爽，不黏腻，没有一点都不黏，是不是不黏？对，一罐非常好用的防晒，不仅是小宝贝适合使用，也适合全家大小使用。所以大家以后出门的时候就不必再瓶瓶罐罐了，只要一罐就可以搞定，就是这一罐子木物理防晒，你说对不对？对。